要说它是从上个礼拜我们延续应该再这样讲，从复活节那天我们就有讲过一篇道，叫做石头滚开了。也就是耶稣照他圣经从旧约里面就有先知预言，耶稣有一位耶稣，他要跟我们一样出生无力，一样小孩婴儿一直长大到他为了一个目的，就是替我们死，然后因为本来是我们该死的，但是他替我们死，然后救赎我们，然后他第3天要复活。当他复活的时候，第1天的早晨，他是让一些什么妇人看见。看到那是空的坟墓，我们看到耶稣，你看让妇人传道要做一个你们想一下，早上让妇人看到，妇人是在当时候不算人的人，那他算什么？就是不是人。我们点今天有几个人，只要是妇女，他都跳过，因为妇人不是人，可见轻视妇人。所以当他们那时候祷告，一出声说感谢神，一定感谢一件事感谢上帝，我不是女人，我是男人才算是人。可是神不是神看中那个人看为不是人的妇人，显现给他们看，我复活了。这些妇人就去找他的门徒来，他所最爱的跟彼得也来，他看了但是不明白，就又走了。他最爱的那个门徒虽然信，可是他真的不明白，就走了。到了下午，就是上个礼拜我们讲的经文，有2个。不是一个使徒里面的门徒，也就是曾经也跟着耶稣，但他不是神所拣选的12个门徒中，为什么变11个？因为有一个卖耶稣嘛。说他后来就不好的结果，他自己觉得亏欠，他自己有不好的结果，所以剩11个。他在路上，耶稣主动接近他们，然后听他们讲。听他们讲，没有马上插入，是神想要，耶稣想要与那哀伤的人同在，听见他们，同理他们的失落，因为他们跟着3年呢，他们觉得这位是弥赛亚，结果怎样？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，那个是最怎样？最羞辱的，怎么我最敬爱的老师被钉在那里，他一下子被打趴了，失落。但是耶稣走近他们，听他们讲，然后介入他们，然后再告诉他们圣经怎么说的。然后呢，到晚上，这2个门徒不是使徒以外的门徒，虽然他们对圣经不清楚，也不认得这位耶稣。我们上礼拜讲为什么不认得，跟耶稣那么久，为什么不认得？很多的，你可以听上个礼拜讲到，可能是害怕，可能是耶稣死了又样子都不一样，还有他们可能眼睛都在那迷雾中不认得神了，各种的原因。但是耶稣依然跟着他们，这2个门徒怎样？按照他们的法律规矩，邀请耶稣到他们家里来做客。但耶稣一去做客，一上了那个晚餐的桌以后，马上就剥饼，就像最后的晚餐一样。耶稣成为那个晚餐的主人，也就是这2个门徒，他们接纳邀请耶稣成为他们生命的主人，不是客人。这2个门徒眼睛亮了，很高兴耶稣复活，然后那时候耶稣就不在，然后这2个人赶快拼命的跑回去告诉11个使徒。今天经文就从这里开始，前情摘要就是刚刚的言，回来告诉他说：“我看到了耶稣，而且耶稣在为我们剥饼，我们经历到那时候我们心是火热，尤其他在讲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心是火热的。正当他们在说这话的时候，门是关的，因为他们那时候很怕怎样？很怕被抓到啊。那外面还怎样？哇，这个士兵，罗马的士兵还在找他们啊。正在说这时候的时候，他们门关起来，可是耶稣居然出现，第一句话讲了什么？愿你们平安。他们有平安吗？没有，居然吓得要命，因为他们以为见到摩西嘛。因为他们想耶稣应该是怎样，早就死了，对不对？这个经文就是从这里开始。好，耶稣说：“你们为什么愁烦呢？为什么心里疑惑呢？你们看我的手，除了跟他讲说，还看你们看我的手，有怎样摸看我是真的。”他们不敢相信，因为他们高兴的不敢相信。
耶稣进一步知道人的软弱，只有听，只有看，我可能眼睛被骗，你们摸摸吧。而且我还怎样吃鱼，吃像你们一样。可见耶稣真的复活了，在他面前。确定复活以后，耶稣接着告诉他们：我们有属灵的经验神。我相信你们有属灵经验，就像刚才我们敬拜中，传道常常在敬拜中，神给我画面话语，我就跟随着这个。我的人生有很多重大的决定，在跟神相遇的时候做的。这以后我们可以来讲，但神不要我们只有经历主观的经历，他要我们从圣经经文里面可以得到那个确信。所以接着耶稣跟他讲，什么圣经上怎么说，先知书怎么说。今天我们读的那鸿书就是先知书，诗篇怎么说的，并指这凡是指的耶稣所说的预言一定要应验，就是告诉我们，除了主观经历神与我们同在，他启示你，还要读圣经。所以我们除了读圣经还要祷告，除了祷告还要读圣经，这两个不能一个都不能缺，这才是平衡健康的成长。接着耶稣就告诉他们，经上所说的基督必受苦，第3日要从死里复活，这些都要应验。于是他们听了这些，真的就醒悟过来了。哇，真的醒悟过来。而且神说，耶稣说，你要奉我的名去传悔改，使人悔改，使人跟神能够和好。就像今天晚上，我跟你们和好，愿你们平安。平安就是和谐的关系。平安不是什么都没有发生，很顺，不是。平安是什么？和谐的关系。或许我今天遇到大苦难，但是我仍然能够跟神和好，能跟自己和好，我仍然有勇气，我仍然有走下去的从神来的智慧，而且愿意相信这位上帝。神就说，我要将我父所应许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要在城里等候，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。我们知道路加福音停在这里，可是另外一卷书使徒行传就经历了什么从上头来的能力，那就是什么圣灵啊！这圣灵看不见，但是在灵界里面它是最大的，你摸不到，但是你可以感受得到它，你感受到那个温暖，那个力量能力，你感受到就是很扎实。我明明发生这么多事情，那为什么我还这么稳？明明发生这么多我想象不到的事，但我仍然有盼望。这就是圣灵带来的力量，这就是平安。当我们跟神有平安的关系、和谐的关系的时候，我们就有往前走的盼望。纵使我们人生真的每一天继续活下去，都是走向所谓的死亡，但是死亡绝对不是最后，我们的灵魂还有未来。有一个作家威尔斯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他的小说，他叫做《大主教的死》，你们有看过吗？如果学文学的人大概看过啊。这篇是短篇文章，这篇文章他怎么写呢？他说有一个大主教呢，他呢傍晚的时候到这个，尤其是这个天主教，他们都常常一天要好几次去祷告。这大主教他做祷告很虔诚，不断的念同样的话，反复的念。全能的神阿爸，全能的神阿爸，全能的神阿爸，主啊，求神你看顾啊。忽然这个时候，有一个声音说什么？什么事？你们要怎么回应？大主教一听这个声音，心脏麻痹，跳起。为什么会心脏麻痹？惊到啊！我们呼求的神跟你面对面。刚才你在敬拜中，神有没有对你说话？你有吓到吗？有人摇头，没有关系。你安静到神面前，透过神的话语应许，透过你安静开口对这位神说话，你相信他，神真的听你说话。那为什么这样呢？我们就说大主教呢，他其实在真实生活中，人的理性上
这种超自然的这个状况发生的时候，人的理性实在没有办法反应，就会惊慌失措、不解。或者神的这个神迹实在远远超过我们人可以理解的，真的远远超过我们人可以理解的，靠人的生命经验实在没有办法解说这个事实。可是我们却能够因着这个超自然的能力，我们真实的可以解救我们出那个在迷雾中的困境。没有办法解说这个自然，没有办法解说这个圣灵是什么，反正你去经历就对了。但是在我们没办法解说却能够经历的当中，神就一步一步带领我们人生中有许多迷雾。上礼拜我们有讲，迷雾常常都是因为那个变化，天气的变化，冷跟热之间，人的身份的变化之间，你可能一时迷失方向。现在有很多人要去登记会考，你可能在高中的当中，你会有点那个身份变化，你会有点迷失，或者是你有任何的变化，你在调整当中，你会迷惘，你会走在迷雾中，没关系，祷告这位神，神要亲自来与你同在，就像今天的经文一样，耶稣祝福他们说：“愿你们平安，愿你们平安。”但这些神的这个耶稣的这些11个门徒，居然怎样？很惊慌站立。为什么惊慌站立？或许我们猜他们是愧疚。我们假想、回想，我们来用理性来推想一下，这些门徒见到耶稣遇害的时候，十字架的时候，请问他们在哪里？圣经里面有没有记载他们赶快去追随？结果是都没有。走到无赶的，台语讲哪？日头赤炎炎，虽然顾性命，不知走到倒去，只剩下谁？妇人不算人的人所以也是耶稣的尸体，这些人来，这些妇人，所以我们想，这些11个门徒，他们不久之前才信誓旦旦的说什么？耶稣，我要跟随你。我们记不记得2个礼拜前我们的神学生黄世健神学生，他也在我们当中。他跟我们的那篇讲道说：“你愿不愿意跟随耶稣啊？”那时候门徒每个都说：“我要跟随你，我要跟随你。”结果大难临头，糟糕无半个，还躲起来，躲到房子里，门锁起来。耶稣还怎么样才找到他们？穿过那个铜墙铁壁，咚！你想，那些门徒心有没有多拍谁啦？如果是我就拍谁呀？说拍谁？我那时候怎么会跑掉？真的很对不起。我说你是不是要算我的账啊？我真的很愧疚，我对不起你。我想耶稣这些门徒有这样的心境，心里除了害怕，除了愧疚，除了很多很多复杂的这些情绪，但是耶稣自己主动来跟他们和好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对谁愧疚过？传道曾经在国小的时候，6年级，我现在只要到路边那个夜市，我都远离那个摊子旁边。你会发现我走很旁边，什么原因？因为我曾经在国小6年级的时候，走过去把人家这样一桶那个面炒的面米粉一桶这么大桶，公车来了，我就走过去，然后我的袋子把那一桶怎样打翻了，而且是不是掉一点点而已，是怎样？啪！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给你来一招，公车多来，跳上去，然后我就趴在那个椅子后面，然后偷偷瞄。你知道后面那群人追着公车跑。我每次从那边过，那天晚上从那边过，我还蹲在那边。那一桶面真的，我让他们损死，我心非常的愧疚。我想这些门徒11个门徒，他们愧疚，神知道，神主动来跟我们和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是不是有曾经觉得愧疚？这是
我们自然的反应，神要来跟我们和好，神亲自跟我们和好，就像这些门徒一样，神亲自跟他们和好，而且不是只是告诉他们愿你们平安，更多的是什么？伸出他伤痕的手，伸出来，让他们看见真实，摸到这一位耶稣。耶稣钉痕的手是可以带来医治的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就是直接要除掉他们内心不安跟惶恐。神的钉痕的手，十字架上的手，代表主耶稣自己甘愿爱他们。主耶稣知道门徒们跑掉，仍然爱他们。主耶稣知道我们跑掉，朋友找我们去 park， 朋友找我们去逛街，我们就忘了来教会，不是忘了，是故意怎样让心死，忘怎么写？心后面忘了嘞，不要听！啊，这小组长打电话来，不要听，木轩哥哥打来，不要。没关系，木轩哥哥现在不是小组长了，他绝对不是哟，找你算账，不是。主动，神主动，神知道你常常决定了，但是自己故意忘记。神用他钉痕的手。我们知道那个悲剧的牺牲者总是用他的伤痕来断定一个人的身份，对不对？像空难，像任何私事，我们会用什么检查他的伤痕来看他是谁？耶稣也一样，他用他的什么钉痕的手来确定我是谁，我是爱你，为你付出代价。本来是我该死的，那一头面是我该去面对，我要去赔的。结果，主要我到现在阴影了，所以我到夜市都不太敢去夜市，怕那个。所以神要我们怎样爱我们，主动把他深痕的手说：“孩子，我就是爱你的主，我为你死。你只要来爱我，你只要来救我，我就能够医治你，我就能够复合。”除了这样子之外，耶稣还不只是让他们看，更多的是神留下了什么？这些新约，记下来这些圣经。耶稣自己也讲了旧约中如何他要被钉在十字架，如何要来拯救世人。所以我们只有神迹还不够，我们经历很多神迹还不够，需要的是我们明白神的话语，因为神的话语每一句话都会应验。耶稣的死跟复活带来给我们生命的更新，这是确实的。而且只要你相信，只要你活出来，你就能够有从神来那边那个喜乐丰富的人生。耶稣赐下了这个应许，这些门徒见证了什么？复活的见证。他见证眼睛看了，而且到了使徒行传，他们本身变成什么？见证，是吧？我们读了使徒行传，是不是他们都变了见证？那个3次不认主的，那个火爆乱子，那个捕鱼的伯沙亚公会只会拿刀出来，哦，耶稣的最后有没有？他气人家，他只会拿刀出来，然后把人家的耳朵剁掉。耶稣赶快再把他撵上去。这火爆浪子经过怎样见证了这一位耶稣以后，他成为什么见证？为什么到了使徒行传，他讲了圣灵降临，他圣灵充满，他得着了这个圣灵与他同在，保惠师。他变得很会讲话。第一篇讲道，教会中第一篇讲道就是谁讲的？就是彼得讲的。一个渔夫会讲道，讲这么感人的。所以原本惊惶害怕、软弱的门徒，充满了勇气，面对这些恐惧、鞭打、牢狱，甚至死亡都不惧怕，成为耶稣复活的见证人。到使徒行传，到今天很多的人都成为了见证。今天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是见证。传道真的盼望你们也可以来这边。我知道你不说，但是你在你的家，你在你的社区，
你在你工作的地方，你行出来就是这个复活耶稣见证的见证。所以我们不只要去说见证，我们本身就成为见证。愿我们都在主耶稣里面，我们都是曾经受伤的人。耶稣成为医治人类最好的医生，是因为他本身是受重伤，而且甘愿为我们死那个伤痕。所以耶稣可以成为那受伤的治疗者，因为我们曾经受过的苦，他都受过。被背叛，他也受过；任何的苦，被唾弃，他也受过；被鞭打，安静沉默，不说一句话，这一种苦他也受过；被误解，他都受过，因着他曾经受过，所以他成为一个治疗者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受伤，也因着我们受伤，所以我们很容易被别人引爆。因为受伤的人，你去摸他受伤的地方，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对不对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一次就反应说卖惨，你可以一次可能就引爆，但是第二次你要反应那种直觉的反应，骂出来的反应，那种报复的反应，拜托一次就好。第二次你要负责，你要想，我今天是因着神的福音，我要怎么回应？反应跟回应不一样哦。反应是我自然人直接的反应。传道打一声，很多人，这是你自然反应。但你要怎么回应呢？你就要回应说：传道，发生什么事？你要打你自己的头。我们感情受伤，人家一个眼神，我们可能直接就反应说：不跟你讲话，从此不跟你讲话。我们可以，但是我们是神的门徒。如果是神，他会怎么回应？神要问你，你愿意靠着我，我从死里复活，这个福音，这个复活的大能，使人心可以活化，你愿意相信吗？如果你愿意，第二次你本来要的反应好不好？以基督的心为心来回应，好吗？传道知道你受伤，但是若神允许的，我们都可以因着我们受的伤，成为受伤的医治者。人因为我们而得福，这是我们活着的意义。我们起立好吗？